罗总统本地要出访回绝友邦斯瓦蒂尼，不过却因为中国村卡出手，形成冻点。后来是改派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做总统特使代表出席，今仔日嘛已经到位啊。也若针对摩里西斯的官员表示讲，自头到尾拢无核准任何飞行申请这件代志。咱的总统府是回应讲，4月中早就已经讲好势啊，大家拢知影是中国伫咧变空。 甲斯瓦蒂尼外长戴博利握手边要交包日前的国旗，外交部长林佳龙担任总统的特使，伫当地时间25天八港到斯瓦蒂尼，要参加四国相庆活动。总统赖清德原定日出访非洲的友邦斯瓦蒂尼，敢若因为中国对塞西尔、摩里西斯甲马达加斯加施加压迫，3国雄雄取消飞航的许可，形成临时法庭。军团出摩里西斯官员讲，摩里西斯从来无同意航权的申请。 总统怎么看这一次出访取消？但是摩里西斯官方声称从未同意过航权的申请。国际上的立场共同都认为，这是由于来自中国的施压。国际所表达的立场是反对北京以政治施压，让第三国临时变更航权这样的方式发生。 胡凤讲，全期依照停书伫4月中完成摩里西斯这国家飞航的许可。外交部是搁再讲到，甲四国邦已经稳固。学者分析，总统出访友邦，除了伫规划时阵爱搁再加强甲各国沟通以外，建议会使就由美国斗3工来协调，互可能受到阻碍搁再降低。摩里西斯按照道理讲，你如果早点跟他打招呼，特别是透过美国，还是应该有一些说话的一个分量。如果是往东飞。 到太平洋群岛也好，或者到加勒比海，大部分都是还是美国可以说得上话。也若对华若宣布10项涉台的做法，另外一方面，佫继续打压台湾国际空间，互赖总统无得出访。刘委会佫再批评是对华常常用的这两手策略，想要用这种方式对台湾施加压力。接待这个国民党主席的这个访问团啊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又下了这个粗暴的手段。 阻挠我们国家元首出访，这个就是一手硬一手软的一种对台策略。刘委会呼吁对华经由沟通对话代替这施加压力，不过也佫强调，爱伫对等尊严、无污涉任何政治监督的基础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